顶回读到第13页吼，13页第3段遮，我甲第3段搁重读一遍吼。实际上，伫战前，台湾移民人数上侪的泉州、漳州两个地区的人，都惯习称家己使用的母语叫做台湾话，客家人称呼河洛话吼。日本人也因为河洛语是台湾使用的人数上侪的语言，所以叫伊做台湾语。伊有别伫客话以及原住民各族群的母语。日本人占领台湾了后，为了统治上的需要，训练治安警察人员，学会晓听讲台语，编了各种台语教材和台语大词典，就是真自然接受台语这个词，绝对袂和其他的族群母语有所混淆。我记得是这个，然后这个音调，我就是读遮吼。我要安怎切换呢？熬吼 ，OK， 转来遮，来对遮个刷只个读落吼。战后国民党政府来台实施国语政策，先是以北京语正做国语，将台语看做是方言，又搁尽力甲通用的台语一词改成做闽南语。一方面避用台湾这个符号，一方面也会当强化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文化证据。80年代母语复振运动兴起，当台湾人争取讲台湾话的权利的时阵，台语这个用词就面临多种的挑战。譬如讲，原住民讲因才是真正的台湾人，因讲的话才是台湾话，或者是台语。客家人也跳出来为台湾话正名，讲河洛话只是台语的一种，河洛人袂当有大河洛沙文主义啦吼，独占台语之名。甚至有人认为讲台语应该要包含台湾所有族群所讲的语言，包括着北京语。众里言起吼，台语就是袂当使用台语这个名称吼，不论台语这个名称该如何来定义，伊和其他台湾各族群的母语伫个无共时代遭受无共程度的摧残吼，乃至消灭，却是事实吼。譬如平埔族各族的母语早就被第一类接触的汉人同化消失了。原住民各族的这个母语到日治时期，虽然仍然有保留，不过加入真侪日语成分。台语、客语因为使用的人数较侪，而且依附汉字书写的关系，虽然经过皇民化运动的国语政策压制日语的国语政策压制到战争结束的时阵，依然会当保有一定程度的生机。战后实施另外一个阶段的国语政策，就是北京语的政策透过教育体制甲广播电视媒体电视媒体的全面限缩了方言的生存空间，就是各族群母语的生存空间台湾本土各族群母语渐渐对年轻世代的口中来消失
母语消是一项会当有见的危机。第三，我袂记得打迄个，小等我。好 ，OK， 顶头打迄个 YouTube 的 link， 我即马咧读的文本吼。咱即马读的是第一章啦吼，伫小解台湾的国族群的母语吼。第三，台湾国族群母语书写系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吼，任何文学拢是先对口传文学创作吼流传来开始。等到文字发明了后，会当记录语言乃至形成书写系统，才会当发展书面语来创作文学。因此，如果咱来接受台湾文学，是指台湾每一个族群所用因各自的母语所创作的文学，安尼就必须要关照着各族群伫无同阶段用无同语文形式所创作的这个作品。历来的台湾文学史习惯上只敢若以汉字书写的文学作品为主，而且真自然来遵循希腊文学的传统，只敢若论述主流文学的部分。若是口传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等等，是附带叙述啦附带讲解尔啦或者是放伫其他非主流的文学的范畴来处理。台语白话字文学作品更加是从来就无纳入文学史的论述范围啦台语白话字什么意思？就是台语的这个罗马字的文学作品一直到母语文学成做议题了后，所有以母语书写的作品才被论者所承认，并且正视并且正面来看待正视因的存在，也则同时来注意到文学中的语言元素。因此要讲这个母语文学有必要先明白台湾各族群母语书写系统的发展。台湾和日本、韩国甲越南相像真早就属伫希腊汉字文化库啊，也就是用汉字书写家己的语言，语文形以汉字书写为主。15世纪新航路发现了后，台湾有机会接受西洋语文的洗礼，才意外接触罗马字书写，来形成两种无同的书写系统。第一种汉字书写系统历史上希腊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进行书同文政策以后，除了汉字书写以外，都无因为语言无同来有其他的书写系统。汉字文化库的国家因为甲汉字发源地希腊有真长这个历史互动关系，真早就用汉字来书写家己的语言，而且汉字书写伫即寡国家内部形成一股封建这个垄断知识的这种既得利益势力垄断知识，这个垄我来查一下可会当复制呢。
这个龙到底是龙短的龙，到底是安怎写？因为我感觉这只用的这字汉字是毋对呢。哦，真正是这里哦。垄断的垄，读做量或者是弄，所以变调读做，阮的变调是读做垄啦吼，垄断吼，或者是垄断吼。这个甘蔗店都有收这个垄断吼。讲垄断就是悬的山。管山啦吼，但是这个台历大书顶敢若无收这个数，看觅，因无收这个应该是无收这个数。好，转来文本遮吼。讲汉字书写伫一寡国家内部形成一股封建垄断知识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吼，阻断了语文主体性的发展。而且因为即层关系，即寡国家虽然拢捌被先仔直接统治过，后来也脱离先仔而独立。伫政治上，伊即马讲的是无包括日本吧？伫政治上却拢一直维持是先仔属国的地位吼，就是附属国啦吼。伫文化上也受到中原正统文化的观念支配，因此即寡国家后来拢是透过废除汉字来达成政治文化上完全独立的外在因素。台湾既然属于汉字文化科的一环，伫政治上、文化上也拢难脱中原正统文化的观念支配。台语、客语、甲广东话、上海话、山东话，相常拢被当作是所谓的汉语方言吼，一体纳入汉字书写系统内底。台湾各族群，包括原住民各族。母语自古以来就拢只敢若有汉字书写一道，战后伫国语政策之下，更加是一切以汉字书写为正统。原住民甚至连姓名拢是认定以汉字为准。第二，罗马字书写系统。台湾的罗马字书写系统大概会当分做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荷兰统治时代，由荷兰传教士所设计描写遍布族语言的新港文，大概是对17世纪荷兰占领到19世纪初期。第二个时期是19世纪后半段一直到今仔日。由西方传教士所设计，主要是描写台语的白话字。好，咱先来看新港文书。对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台湾原住民各族群的母语也毋捌建立家己的书写系统，只有伫荷兰人统治时期内，台湾的传教士因为传教需要，为当时的原住民建立一套罗马字书写系统。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有系统的文字，也是第一个罗马字书写系统。当时传教士传教的方法之一，就是透过当地语言来传授教义。为了要使用当地语言，传教士就利用罗马字来设计一套会当描写当地语言又搁简单、真快学的一个文字系统。这套罗马字书写系统，上面会当帮助传教士来记录
学习当地语言，一方面也会当互当地人真简单就会当用因家己的语言所写的圣经和基督教义的书吼。这就应该是绕到一个什么字去吼，真简单就会当看吧。就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写圣经甲基督教义的字啦吼。1627年，荷兰传教士 Georgius Candidius 来到台湾吼。1624年，荷兰就来，但是传教士是过几年才来吼。第一个是 Georgius Candidius 吼，来到台湾，伫台南新港社咧传教吼。翻译有人是讲甘地书啦吼。伫台南新港社咧传教，1636年开设学校，遮晚，开设学校遮晚，1636年哦，伊就已经来9年啊吼。教新港社的平埔族罗马拼音，用新港话翻译圣经。这个罗马字拼音系统所描写的语言，主要是当时荷兰占领的大本营台南周边的西拉雅的语言。台南附近的西拉雅族因为荷兰人传教的影响，来会晓使用罗马字来读写因家己的语言，伫咧生活中来咧使用。提成讲，赶早荷兰人以后，虽然汉字正做当时的官方文字，不过罗马字式的新港文，还阁伫咧民间流传使用一段时间。伫咧一寡文献，例如滇罗管字吼，滇罗是荷兰时代的称呼啦吼，后来就人嫌低排听就写做猪罗，即个猪就读做猪吼。或者即个捌汉字的吼，就爱甲人的翻译写做动物啦吼。滇罗山变做pig 吼，滇罗山。后来个汉字个改做侏罗县吼，即个所以变音才走去吼。但是我继续读滇罗啦吼，这是本音嘛吼。伫一寡文章一寡文献，譬如讲滇罗管字吼，淡水社客语有记载过安尼淡水社客语，淡水社就是高平溪吼，高平溪遐一个社啦，叫做淡水社。有记载过安尼红门仔字吼，证明捌被使用过吼。不过，当西拉雅的语言渐渐消失了后，一直要等到19世纪才发现讲因过去所捌使用过的罗马字的证据，就是一寡用新港文所写的古文件，有的是规张用新港文写，也有新港文甲汉字吼对照咧写吼。即寡古文件呢，大部分是买卖抵押或者是出租的契约吼，因为即寡古文件大部分拢是伫咧新港，就是即嘛即个台南新市吼，伫咧即个新港地区发现吼，所以呢学者就甲号名做新港文书，一般大众有会称伊做翻译客。根据村上伫厝农的研究，现存的新港文书大概有141件，其中上早是1683年所写，上晚是1813年吼。可见至少伫19世纪初，还有西拉雅的族人会晓书写新港文，因为所书写的西拉雅语已经消失，所以咱今仔日解读时阵有真大困难，更加讲袂。更加无法度去讲什么文学研究吼，只敢来当做一种文献来纪念伫伊吼。但是上新的发展是敢若有一个姓班的，我袂记叫啥名吼，因发现讲即个新港文书和菲律宾某一族的即个足接近的，所以因即嘛利用这来咧
即个呼吁即个语言吼，你有兴趣你则家己去查吼。西拉雅，所以即马你要学西拉雅文有机会吼，因为你写即种教材吼。第二个白话字，第二种书写系统吼，白话字。第二种罗马尼书写系统是白话字吼。拄则讲的新港文已经是失传去啊啦吼。若是讲新港文，代表台湾岛上第一次有外国来的传教活动。白话字的发展，就是一种伫咧荷兰撤退了后，外国的传教活动伫咧台湾再度复兴的一种象征吼。自从荷兰撤退了后，西方来台湾的传教活动暂时就点静落来吼，一直到19世纪后半期，才又搁开始伫咧台湾这个热络起来吼。1858年，清帝国甲外国签订即个天津条约，正式来允准外国传教士来即个去希腊遐传教吼。天主教甲基督教伫咧即个历史的脉络之下，陆续来到台湾来传教。其中上拍拼咧推广白话字的长老教会，伫1805年由马雅各医生带头，正式伫咧今仔日的台南设立传教本部吼。应该就是看西瓜迄个教会遐啦吼。即马看西瓜教会搁伫个吼，恁有机会经过，应该最人会经过，因为敢若伫咧迄个国华街附近的款吼。即寡传教士来到台湾进前，因伫咧希腊东南一带已经活动真久啊吼。而且伫遐就开始用罗马字来替即个闽南语啦、客语啦设计一套书写系统。譬如讲，由即个 John Van Tamaz 是有人犯罪即个打马字啦吼。伊写19到189字俗称打马字，这毋是字啦吼。打马字毋是字，打马字是人的名吼 ，Tamaz 吼。John Van Tamaz 吼，由即个人来编写吼。即个 John Van Tamaz 吼，伊是 New Jersey 人吼，就是阮即遮附近的人吼。离我遮差不多塞车半点钟啦吼，南塞车半点钟。因即个家族。迄当阵，即嘛我毋知影。迄当阵，因即个家族因出足侪传教士吼，足侪打马字传教士。OK， 打马字后来就是即嘛，即本书顶头写即个打马字，后来伊就转来美国遮退休吼，就是老了伊就转来美国。伊伫咧美国过身的，伊的某佫伫的，但是我。去找拢找无，OK。我本来想讲，我去找要甲送一束花互伊吼，结果我找无伊的无。我伫咧网络顶有看到伊的无啦吼，就是你伫咧网络顶用即个去查，用名去查，伊会查着讲哦，即个伫咧即个网红内底有即个伊的墓碑，伊个墓碑生做墓牌啦吼，墓牌生做啥物款安尼吼。结果我去找无吼，我毋知影到底是伫佗位吼。迄个墓园诚宽，分做2区，我一个逐搭行，过去顺拢无顺着吼。好啦，譬如讲，由即个打马字所编写吼，教人如何用罗马字来写厦门话的长话翻字初学吼，长话翻字初学吼。是1852年伫咧厦门出版吼，即套罗马字伫台湾就叫做白话字啦吼，或者是称作教会罗马字吼。将伊称作白话字，是因为即套文字是咧描写日常生活的口语的语言吼，就是伊毋是像汉字用来咧写。
写即个文言文的啦吼。伊是咧，伊即个白话字专门就是你写白话尔吼。你若今仔日要教即个文言文吼，用白话字写，你其实足好读的，因为表音字吼要去，就是因为汉字有形嘛吼，所以伊文言文伊一个字会当内底有包括足侪意思啊，所以你看你就会当理解。但是你敢若用音的时阵吼，就废去啊，就是你用音去写即个文言文的时阵吼，足好读的吼，会看无啦吼。所以白话字为什么叫做白话字的原因是伫遮吼。学习者真简单，就会当用白话字来读写出因家己的口语吼，无像汉字安尼爱学真久，也读袂出正确的发音吼。这本来是足简单的道理吼，但是因为咱经过迄段过程咱经过了后，煞颠倒袂记吼。你若想看嘛，讲你对国校啊1年甲6年吼，你拢咧学即寡字，甚至甲国中嘛，搁咧学一寡新字吼。国中较少啦吼，主要是学新字，国中是较少新词啦吼，应该是讲一寡文言词啊，一寡听起来或者是用起来咱感觉较文雅的即个词，是初中咧学的啊，国中咧学的。但是国校啊1年甲6年学6年吼，你敢若一直咧学即寡汉字吼。4角字一字一字学起来安尼吼，这是足恐怖的代志吼！你若用6年吼，而且你想看觅，你迄6年中间，你逐工转去，你转去遐写即个速题吼，就是回家作业吼。我记得迄阵阮转来厝一工来写10纸、12纸、20几纸嘛有吼，上侪敢若写到30纸、40纸吼，啊一纸敢若10几字安尼吼，所以逐工你爱练习，直练吼，才练到有法度像安尼看汉字吼。迄是一个足长的即个训练过程啦吼。啊，你知影，比如讲学英语的，你知影美国即个小学生，因差不多2年，因就家己有法度家己看字啊，因为你 ABC 的即个拼写学起来了后，你差不多自然语言你就有法度家己看字啊。当然你拄着袂晓字，你家己去查字典，你就知影吼。所以因差不多2年、3年就开始家己看字啊吼，就咧训练你看字、读字啊吼，训练你的即个思考的理路，训练你要怎表达吼，毋是训练踮仔一字你搁踮仔咧学啦吼，学到6年十通好啊，再搁你学写字吼。你知影迄较早用毛笔学写字，迄真正是足可怜啊。所以迄实在是足无效率的一种学习方式吼，浪费生命。其实一个台湾家长尔讲啊，你学这要创啥？无采时间，无采你啊，上无采时间的，就是伫咧台湾读汉字、读国语。好啦，就讲到遮就好。起先白话字是为着要传教的目的才发展出来吼，所以有真大部分的应用甲出版拢和宗教有关系吼。即寡运用白话字的出版品，或者是个人的运用吼，个人的应用啦吼，大概是当分做白话字教材吼、白话字字典甲词典、圣经教义问答以及宣传小册等等吼。白话字报纸、杂志、其他有关铁学、数理、小说等等的题材呢。个人笔记或者是写批等等6类吼，分做6类，但是伊写甲落长，我看袂出到底是倒6类吼。白话字教材、字典、词典，这算一类哦。圣经教义问答宣传小册算一类。白话字报纸、杂志算第3类。其他有关哲学、数理、小说题材的第5类，啊，第6类是啥？个人笔记或者是写批算第6类吼。自18世纪开始，有袂少的白话字词典来出版，譬如Medhurst 吼，麦都斯吼，麦都斯，即我较安尼听过啦。即个麦都斯 Medhurst， 伫1837年出版《福建方言字典》吼，杜家德吼，即个应该大家较知，杜家德。就是夏英大词典吼，伫1873年出版《夏英大词典》，
今仔日伫台湾使用上普遍的下门音新字典，就是由甘伟林牧师所编辑。1913年由台南的教会公报社来发行第一本白话字的新约圣经，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伫1873年出版，1873140年旧约圣经是旧约的圣经就知名叫做旧约的圣经啦伫1884年出版10多年后11年后，对白话字伫早期的台湾教会普遍使用有真大贡献的白话字报纸《台湾府城教会报》伫1885年由巴克勒牧师来发行就是旧约圣经出版了后的过当年就出报纸白话字出版品的内容，除了直接和宗教有关系以外，也有一寡和教义较无关系的事物譬如讲1897年叶惠林1897叶惠林牧师所出版的数学册《必算的初学》就是学算数的啦1917年的人修Taylor Gushel 德林修所出版的内外科看护学1926年田溪畔出版的这个小说出师线1925年蔡培赫所出版的社会评论之10项关键这内底当然数学甲这个内外科看法是完全和宗教无关系啦出师线咱知影基本上原来是宣教的目的啦蔡培赫的10项关键10项关键咱无读10项关键我是家己读的10项关键就完全会当讲是和宗教较无关系啦，但是蔡培赫本身是基督徒所以耶稣课内底当然是有受到基督教影响的部分通常教会信徒伫教会里学会晓读写白话字了后，会将这套白话字应用伫因的日常生活当中，譬如讲写配互囝儿啦、查某囝儿女就是互囝儿啦写日记或者是做大小事物的笔记所以有一寡人你可能会看到因的批还是因的日记白话字写即嘛留落来白话字伫70年代进前伫台湾的教会里也是真普遍来被使用，后来因为政治以及国语政策的影响，才渐渐少人咧使用我较早捌讲过即个故事就是阮较早伫咧教会熟悉，我即个伊讲因老爸老母伫咧即个谈恋爱的时阵写批的时阵，就是拢用白话字咧写伊是教会长老教会出身的嘛用即个白话字咧写批结果呢，即个因老爸去做兵就当年当时是一个男主角去做兵的时阵就被禁止因为伫部队内底要甲你检查批嘛，结果你写伊看无，伊就袂爽，就甲你禁止我毋知影若写英文会甲你禁止袂我就是写白话字甲你禁止这是汉字社会一种足武器啦一种武器就是白痴汉字社会真正是白痴一寡白痴作为啦我感觉用白痴来讲白痴啦一寡白痴行为即嘛阁有毋是讲较早就即嘛阁有一堆啦你若网络顶看一堆白痴行为汉字使用者白痴行为包括用汉字来去用因的汉字华语的汉字，用因的即个新仔话汉字来写台语而且写甲家己感觉足好笑家己写甲家己足有成就感的讲我真厉害，我写甲足厉害就对啦其实拢是白痴就真正是白痴行为啦
以后你直接甲笑袂要紧啊，背即个白痴吼。虽然白话字起声是为着要传教的目的来所设计吼，800年代以后，随着台湾母语复兴运动的开展，台湾的本土文化界强烈来诉求推广台语、手写台湾文。今仔日真侪团体或者是个人，就是使用白话字或者是修改过的白话字来书写台文，无限定伫个书写教会的事务，因为参与台文写作的作者的多元化，白话字的应用也脱离过去以教会传教为主的题材来行世俗化。第四，台湾各族群母语文学的起源，语言是我知影有人bài斥白话字，就讲伊是传教的。我甲你讲，所有的即个拼音字啦一开始拢是为着传教目的咧写的拢是譬如讲即个德国因的即个传教士为着要互德国人有法度用德国话来读圣经。我即摆讲新教我毋是讲旧教旧教拢一律是用拉丁文咧读，或者是用即个。主要是用拉丁文我即摆是讲新教，因咧宣教的新教你即个宣教的时阵，因着足强调讲你本身爱家己去读圣经，你莫透过即个神职人员来替你解说圣经结果你拢互因带去甲你编、甲你改，你家己去读圣经，你家己去和上帝沟通但是你要读圣经，感谢快，迄寡。圣经原文是希腊文写后来当然天主教应该是拢用拉丁文去出版你袂晓拉丁文，你敢就有法度你是德国的农夫、法国的农民西班牙的农民你根本就毋捌学过拉丁文你要安怎叫因去读圣经？迄寡宣教士就开始用，譬如讲用西班牙文、用德文、用法文。我即摆讲的，我想会教的较大的文字啦，当然毋若即寡啦去翻做因所看有的圣经，所有的文字所有一寡新兴的一寡民族国家的文字，其实足侪拢是因为对圣经开始的，所以你若要。因为即寡字是对圣经开始，你就讲这是宣教，所以我对伊排斥，安尼会使，你就对即个开始，你就对德文、法文、英文，你拢会使翻，你拢有翻册袂要紧，你拢有当翻空，你拢莫学迄是足偏足伪思考的人才安尼想恁咧落够贵啦，恁咧写字我无爱学，上好是白痴嘛，我感觉一寡白痴一堆是毋知要安怎讲就是汉字才上厉害第四条，台湾我读到对看一下时间9:45看起即个主题较无吸引人的歹势较无遐热烈。对啦，我顺续讲一下因为我逐礼拜安尼一礼拜读4本一礼拜才读一本过一礼拜才读其实我感觉安尼无效果无好啦我家己读到煞袂记的顶尾到底读到什么程度，读到什么内容，家己拢会袂记。所以我也是讲要开讲规礼拜读共一本书啦我本来想讲2本嘛啦，就一本已经读了读煞再搁读后一本安尼我拍算讲对教育史论坛开始读起，甲迄本读了，因为迄本。应该是内容无介侪啦，应该诚紧就读了。读了后，再来读即个平行宇宙，就是量子力学的迄本。量子力学读煞，再来读即个万能金钥因为我感觉万能金钥你可能要有一个即个量子力学有一个概念以后你举例的时阵，就较有法度理解安尼所以先读即个量子力学，再来读即个万能金钥即本呢，即本笔尖、指尖甲笔尖呢，这是我个人
兴趣所要看吼。基本上，而且基本上这是足偏门的啦吼。而且我之前一直讲，我对母语这能力实在是足反感的吼。OK， 但是我毋是为着学母语啦，我今仔日看这本是为着要，毋是要小解母语，互大家是要小解伫台湾文学的即个发展的特征啦吼。所以咱对这个角度来看吼。好，继续看咧吼。楼骹一个新朋友甲你问好者啦吼。贾伊达吼，谢谢，欢迎你。当然啦，今仔日你若是为着技检甲笔检来吼，我着歹势啊吼，即本摆伫上后壁吼，可能读到即本的时阵，已经可能搁2年后的代志啊，我理后啦吼。无一定啦，因为看每一本书读的即个速度吼，若较紧无定后咧明年就读着吼。好，来，咱看第4条，台湾国族群母语文学的起源。咱对后礼拜才开始啦，吼，即礼拜我那是搁逐工读无共吼。第4，台湾国族群母语文学的起源吼。语言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元素，就如若敢若音符、字义即个音乐吼。啊，文学是啥？文学是语言吼，基本要素吼。媒材颜料吼，就是媒材啦吼，色料、字义即个绘画吼，就是你要绘图，你的基本元素就是即个色料吼。每一个人用家己的母语来进行文学创作，原本是搁再自然不过的代志吼，上自然的代志。用母语来进行文学创作嘛，是上自然的代志吼。伫咧书写系统还未形成以前吼，有真长的一段时间，国族群拢是直接用母语来唱歌吼，借词传讲家己的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吼，凡此种种拢属于口传民间文学。伊的特征不外下底几点吼？才几点啊？我看了3点，可能够。来第1点，无特定的作者，无度假啦吼，无确切的创作时间。第2，因为典转流传，所以无定本吼，所以版本也侪吼。第3，拢是日后经过产业采集来采录。所以以采录者的理解采录者的语言、采录者的书写系统去记录正做文献伫咧传统的新文学的概念之下，各族语言的差异从来都毋是被关心的议题因此也无所谓的母语文学。就算伫咧1930年代台湾话文论战所论的，这1930年代是日本时代日本时代的台湾话文论战所论的结果是文学的内容甲形式的问题，或者是话要安怎文就是话要安怎写作文的书写问题。一直爱到80年代的母语复振运动兴起了后，咱才开始突出母语文学的意涵这以后拢会讲到啦较详细会讲这个内容台湾国族群母语伫咧无同阶段国语政策的摧残之下，老实是必然的。无可能有机会透过体制来发展书写系统，当然更加无可能讲用母语书写系统来进行文学创作。因此呢，除了台语、客语的作家用汉语书写创作文学，连原住民作家也大部分是用汉语来书写创作文学。母语文学是非常，我感觉用汉语这个能力来无介适当，无介妥当应该是讲连原住民作家也大部分是用
西南语或者是北京语吼，即嘛普通话来书写创作文学，这当然是 very ridiculous 吼。母语文学是非常非常晏、非常近才有的概念吼。伫北控年代以前吼，北控年离即嘛偌济40几年尔吼。北控年代离即嘛40几年吼。你若较少年的吼，迄当中你也袂出世吼，但是无几年啦吼。所以母语文学是伫个真晏、真近才有的概念。伫北控年代以前，各族群伊家己的母语创作的文学，大多拢只是民间流传的歌谣、传说、故事、神话吼。就是北控年以前啦，母语创作的文学吼，而即寡文本也是后来的人吼，靠后来的人来采集笔录吼，用笔做记录啦吼，笔录通常归入去口传民间文学的范畴，所以袂放伫台湾文学的袂放伫台湾文学史当中来上论吼，来详细哩谈论吼。只有台语的部分，因有白话字书写系统以及五路的市场吼，歌唱啦、戏文啦、吼戏剧文本的流通，而且真侪和后来的台语文学创作之间吼有互文的关系，就是互相应用啦吼，互文的关系，所以被当作台湾文学议题来做连结吼，这是第4部分。伊讲来讲去，整个母语文学内底，嘛是敢若台语勉强算有留一个系统落来安尼尔，其他拢其实拢真虚啦吼。第5条，本子内容的轮廓，即个看要哪读把它查起来。扩读做扩吼，扩本来是外面的城啦吼，就是叫做城廓吼，城廓吼，外城叫做廓吼，开阔嘛是廓吼，空嘛是廓，喙阔啊叫做廓，口渴一直渴啦，应该是港音啦。为什么这个汉语摕来做喙答用？OK， 我看这个，等你大点收这个词，轮廓，无，扩这里咧，嘛无。好来，转来文本车吼，看这时间，剩5分钟。好，本子内容轮廓吼，本子正做台湾文学史长篇啦吼，的一个单元。注重伫叙述北控年代母语复兴运动了后所发展的母语文学事实，因为北控年代以前的母语书写部分只是母语意识觉醒进前所自然形成的创作，创作者也拢无特别突出特定的即个母语书写意识。北控年代以后的母语复兴运动了后的文学发展，才出现母语文学的特定的意识，而其中又搁以台语文学的部分投入的。但是北控年代进前，比如讲王玉定，因都已经拢，或者是伫个美国遮的台语文社团都已经拢有咧创作啊。为虾米北控年代以前
好啦，有要紧，还歹势，这我无遮内行啦，咱继续看了才知啦。讲其中又搁以台语文学的部分投入的人较侪，争议较侪吼，文学成果也相对较丰富，所占的篇幅自然是较大，甚至造成甲全称台湾文学的指涉来相冲突吼。本书所叙述的重点集中伫母语运动的过程，运动中争论的议题。母语文学社群的形成，以及母语文学的作品甲作家的一个开放吼。好，第一章序言吼，伫遮读煞吼，后壁延伸即个阅读吼，延伸阅读。5本咱来看觅啊。第一本张福珠世界母语日。是自由时报一篇文章尔吼，2002年1月19号15版吼，有兴趣家己去找，应该找会到吧？自由时报，歹讲啦，你再去找看觅吼。2001年吼，迄当阵敢若已经自由时报已经电子化诶款吼。搁来是台笔吼 ，Crystal 所写啊，台笔 Crystal 所读就。这是读魏吧？所翻译吼，歹势吼，查一个吼，蔚蓝即个蔚吼，蔚蓝读做蔚吼，蔚蓝就读做蔚蓝，那样变调吼，放伫头前变调变第二调，蔚蓝吼，蔚本调是蔚啦吼，第三调是草木重生的意思，叫做蔚。深密吼，暗吼，暗咱伫个出世线一开始就读着吼，讲迄个树木暗吼。好来，周卫翻译的《语言的死亡》是即个鸟头鹰出版社吼，毋是叫鸟头鹰出版社，讲对吼，鸟头鹰出版社吼出版的《语言的死亡》语言的死亡吼。第三本是蒋伟文《语言认同甲气实名》，是台南成功大学台文系台语研究社吼所出版的。应该是一本书吧，还是应该是一本书吼。第四本是相关是蒋伟文吼，语言文学甲台湾国家在想象是相关台文系成功大学台文系台语研究社出版吼。第五本是加德戴蒙所写，的度假是加德戴蒙吼。翻译者是王道环甲廖月关吼，叫做浸泡、变困甲更替人类社会命运。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出版吼。好，第一章序言拄读煞吼，第二章就以后咯吼，咱无定是一年后1年半了后，咱甲其他书读了，再来读这本吼。母语革新进程的台湾母语文学，其实吼，我相信在座各位可能拢对这拢淡薄仔有了解啦吼。所以为什么这本书我无急咧读去，实在是中福气啊，就是可能大家拢知啦吼。好，芭比野手就甲你扭起来。芭比，你感觉伫个？我毋知你当时举手诶，无定你已经举到手酸啊。我哪会起着，我毋知。我安尼哦，毋是举到手酸哦，我毋知你当时举到手酸。好啦，袂要紧吼。时间多够吼。
就是相款吼，一礼拜读煞了，后礼拜开始咱就拢规站来读即个教育史难谈吼。教育史难谈是咱一礼拜最后一工，即礼拜最后一工会读着嘛。煞接就开始读。我知影伊无讲介长啦吼，倒啊，所以无定咱一个月一礼拜4工，一个月10几工，无定一个月就读了吼，无定啦吼。所以迄足紧诶吼，所以我认为其实。另外，迄两除了万年金优可能爱读较久以外吼，其实应该拢袂讲读介久吼。OK， 所以3年歹势吼，虽然试针甲笔针放伫上后壁，但是应该袂介久啦吼。好，安尼咱就来关房啊吼，明仔载再搁继续读。明仔载要读啥物？明仔载要读量子力学校，还是万年金优？我看者，明仔载读。量子力学入门吼 ，OK， 好，欢迎各位有兴趣再来听这本量子力学啦吼，感谢关房。